由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執導、Emily Blunt 主演嘅年度科幻大作《揭密日》，喺而家美國政府接二連三解密 UAP 檔案嘅情況下，未上畫已經熱度十足。故事講述一名地方氣象主播喺直播時意外遭到不明異常現象襲擊，脫口講出神秘外星語並獲得超常能力，結果同黑客專家一齊捲入美國政府隱藏數十年外星真相嘅致命陰謀。以戲論戲，電影劇本冗長，節奏鬆散，特效同埋大場面欠奉，政治陰謀又略嫌老派同過時。不過大道相隔多年重回外星人題材，大家亦好關心佢喺今次想表達乜嘢信息。佢由 E.T. 時期對呢個題材充滿愛與浪漫嘅幻想，到今日試圖探討人類知情權以及現代社會面對未知時嘅集體恐慌。由當初對星空嘅浪漫仰望，演變成今日嘅疑惑同反思。如果揭密日真係來臨，人類有冇做好心理準備面對真相、理解彼此呢？睇咗嘅你留言同我哋傾下啦〜